跟我一齊去大阪買香水，記得 save 低呢條片，下次去日本睇啊！第一個品牌係 Shiro，源自北海道嘅香水品牌。我每次去日本呢，都一定會去噶啦。佢哋有各式各樣嘅香味產品，例如香水、護手霜、沐浴露同埋 body oil。佢哋經常都推出一啲限量版嘅香味，每一次都好驚艷噶。雖然我今次喺度用咗8萬 yen，但係真係好值得。第二間就係 Nose Shop，佢哋收藏咗好多世界各地嘅香水，由小眾品牌啦到設計師品牌都有。最特別嘅係佢哋可以扭蛋抽香水嘅試用裝噶。如果你都係中意香水嘅人嘅話呢，你絕對唔會想錯過呢一度。如果會去梅田嘅話呢，你都可以睇下以下呢啲品牌 ：IAM、The Perfume Oil Factory、Ox Paradis、Chauliade、J-Scent、Kogu。去京都嘅話呢，我會建議你去京都嘅里拉部，充滿日式嘅風情。有機會嘅話，仲可以上到去個角落睇參觀調香之室，進一步了解品牌背後嘅故事。下一個秘密嘅地方就係神隱喺京都市內嘅小巷入邊，有好多日本同埋歐洲超小眾嘅香水作品，喺外邊都比較難揾到，非常悠閒同埋舒適嘅環境，可以坐低慢慢俾你去試香。留言香水，我就會分享每個品牌嘅地址同埋我最喜歡嘅產品俾你。記得 follow 我睇更加多關於香水同埋生活嘅內容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